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7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新闻一开始来看，蔡总统到海地去访问，虽望当地局势有变动，蔡总统访问无到5点钟，不过要是真拍拼，互邦交稳定。海地总统嘛呼吁国内反对的声音唔通遐大，互两国会当顺利合作。 总统们来到海地访问，由海地的总统摩伊斯亲身来接机。这届伫海地访问无到4点5点钟，原因就是因为当地局势也有变动。海地自2月开始就一直拢有反政府示威，怎么情绪较缓和？蔡总统利用短暂的时间参访，增强双方的邦交。摩伊斯总统也希望国内反对声音降低，和两国顺利合作。 这当中包括新建高压跟区域微型电网，以及新建和整建变电所。等到海地国会审议通过后，就可以动工。Aussi interpelle-t-il tous les Haïtiens, quelles que soient nos idéologies particulières, pour transformer notre pays en un havre de paix et en un environnement stable, pouvant accélérer les investissements directs étrangers. 台湾除了跟海地合作当地电网计划，也带来大商投资。团，请用钱。不过，大商到偏远邦交国投资也有困难。很好，辛苦了，辛苦了。虽然讲总统辛苦，不过大商伫咧邦交国的投资更较困难。大商据可见，北港布吉纳法索投资3座太阳能工厂，刷拄到断交。原来大家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说至少能替国家做点事情啊，去。 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可以替国家就多争取一些机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忘恩负义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想我们断然决定撤离。虽然有过失败经验，不过大商唔惊辛苦，继续配合政府到海地投资，就是要为台湾伫咧外交困境的突破尽一份力量。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关心台湾政治的消息。国民党初选民调到今仔日，郭台铭敢真正要退党来参选？伊讲等明仔载结果出来，才去讲。若高雄市长韩国瑜已经3天无甲行程公开，有风声讲明仔载为着要去党中央来了解这个民调的结果，已经无按算要去老凯的乌米坐了。 前鸿海党市长郭台铭全力冲刺国民党初选民调，13载啊，先在台北东区车队游过，下晡赶紧到中华行透透，寻求地方甲企业支持，要带领大家拼经济。只是郭台铭最近一直批评中央，认为民调无公平，所来是毋是真正可能脱党参选？伊讲爱到15公布结果才去讲。你怎么想的？我一定会输呢？对我一切的东西。 等到礼拜1再来做决定，好不好？我还在拼最后的2天，我认为我还是有希望。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也礼拜6来拼场，固守新北邦桥，爱大家会记得接电话，强调选出一个适合有能力的人，避免明年选出一个无适当的总统。也认为民调结束也是爱团结。 因为已经到最后的阶段，我们大家继续加油，争取每一位选民对我们的支持就好。啊，礼拜1之后我们就团结在一起啊，不必有任何情绪上的一个字眼跟反应。 郭台铭、朱立伦拍拼宣传，高雄市长韩国瑜却是对13到15拢无公开行程，也传出15为了参加国民党初选民调公布记者会，取消预定要参加的2019年多纳鲁凯欧比赛，该由副市长出席，和当地族人真失望。所以他这个行程是还不确定是不是北上的，那。只是说目前可能到时候行程因为不确定的关系，随时会再做临时的通知，并不是审议。 15党中央公布民调结果，党主席吴敦义希望5位参选人拢能到场。韩国瑜、张亚中也有90位拢表明愿意配合。朱立伦讲会家己举行记者会，不过会派人到党中央听结果。郭台铭是讲已经安排行程，有计是未出席，不过佫再想看卖。记者综合报道。 陆委会证实讲，上海千和一公司有12个台湾的分析师接受公安的调查，目前已经有9个人交保，不过也有3个人无予放出来。
上海清河药的网页写着系统各种的广告，国友暂时无法度点来看证券分析课程。根据168周报，台湾有12名分析师遭到中国警方以诈欺罪逮捕。刘武辉证实有3个人遭到拘留，9个人交保候传。确实有12名台湾分析师遭上海警方逮捕，其中9名取保候审，3名刑事拘留中。相关机关也将密切追踪后续的发展。被指控也是案的上海清河药教育平台讲师杨世光，当时也是行动中推出的总统参选人人伫台湾，强调并无违法代志，对台湾分析师处罚，认为是两方对专业人才资格认定差别。所以这些台湾的分析师是具有台湾专业资格的，可是目前因为两岸没有沟通，所以这个专业资质的认定是产生这次法律事件的根本的原因跟逻辑。杨世光表示，上海清河药是台湾证券分析涉进中国金融市场的网络教育平台，公司并无被部分软体获利，伊也无到中国去救人行动，伊也个化为爱刘慧慧甲系列的理会，唔过抢紧救人。资质问题很复杂，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在很多目前的两岸的一个进程当中，台湾的这个相关业务跟这个专业人才的证照认定都没有谈，所以我说实在话，请陆委会甚至黄国昌。这些12位老师就靠你们来救了。依照168周报亚洲的信息，上海清河药子公司卖的爱操盘软体，公司会当掠到逐工起停板的股票，不过因为唔是中国官方认可的合法投顾公司，用户了清了后，控告上海清河药诈欺。刘武辉甲咱国刑事局已经透过相关管道了解并且将案件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甲大家报告好消息，咱台湾伫世大运的射箭、跆拳道、网球拢有好成绩，一共都得到3面金牌。咱台湾即马拢总有9面金牌。Put the pressure on Japan with a big score. Oh, brilliant X from her. 射箭选手片家波射出精彩10分箭，这场世大运混双金牌战，前3局射煞3比3平手。关键的第4局19比19平手时阵，片家波甲魏君衡连续射2支10分箭，这就是袂输。要实景勇台这战只敢射9分，最后中华队5比3打败日本，摕到这届世大运的第7面金牌。Way on the 10 line there. 不过真可惜，魏君衡甲童志军伫咧反击中男团金牌战1比5输予俄罗斯，只敢摕到银牌。伫跆拳道女子团体赛金牌战，南韩伫咧倒算47秒，搁着上段攻击力到17比。不过马廷下伫咧最后15秒中段攻击摕到关键的2分，最后中华队就以19比17打败南韩，摕到金牌。这面金牌是中华队伫咧拿破里世大运的第8金，超过出发前设定的7金目标。跆拳道项目赛程全部结束，看到苏比亚甲女团摕到金牌，总共摕到2金6银3铜，只敢输南韩甲伊朗，成绩袂歹。对手会球挂网，也是球王詹俊钦第2盘6比3赢一边倒来。这场网球男单金牌战前2盘是平手。决胜的第3盘，詹俊钦的发球局全部拢保掉，抑搁伫咧第2甲第6局2边破发，过了冠军点，搁逼甲对手回局出界。到了第2盘的时候，我开始去慢慢冷静的思考，然后专注在每一颗球上面，然后就一分一分慢慢打，然后后来就是有抓到他的弱点，然后针对他的弱点去打，然后就有追回来这样。詹俊钦摕金牌为中华队完成男单卫冕，是6万分总结成了咱国史上第3位男单金牌王。中华队一共就摕3面金牌，目前累计9金13银9铜，排第7。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写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后先来看自由时报，台湾禁止日本赴灾区食品的进口。到今已经超过8档，卫福部伫去年去日本检查食品的辐射敢有超标，8大类的食品拢总300件是全部拢合格。来看《苹果日报》，第21届台北电影奖昨办颁奖典礼，电影《老大人》得到最佳剧情长片，阁有最佳男主角等等4项的大奖。那影后是予刘英雄甲李奕哲做伙摕到。上尾是《中国时报》，
伫去年10月代替普悠玛败马去，造成超过200个人伤亡。代替要追究车伤的法律责任，不过煞办一脚步。2间法律事务所拢予日本自由商社先找去。来看其他的消息，顶个月阿罗哈客运伫高速公路出车祸，造成3个人死亡，和大客车驾驶超时赛车，欠人的问题拢受到重视。公路总局就提出补助办法来补贴福德，要考大客车驾照的民众有袂少人真有兴趣。这头路人详细听业者介绍，公路总局拜六伫树林监理处甲客运业举办北区大客车驾驶扩大竞赛活动，有15间业者参加，开出800名大客车驾驶的课。为考照教授分拢有补助，也有业者拍出位阶上悬9万来求财。如果说自己去考没有补助的话，一样是花钱。所以就是想要趁机来试试看。对对对，就多问几家。留下的资料的部分大概有97个。那现场就是说已经有媒合这一块，目前大概统计有77个左右。公路总局这摆扩大竞赛活动，自然告白已经举办3梯次，除了补助考照费用1万到14200块，训练期间也有6个月生活费23100块，连续满6个月了后，另外佫加发3万的劳财奖励金。客运业者真期待政府提出的奖金会当互流动率降低。一些新鲜人他可能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来到这个工作领域，他没有办法适应。但是像现在目前推动这个方案，其实很好，就是说能够透过这个培训的机制，让这些新鲜人能够提早来接受这个职场的文化。日前阿罗哈客运伫国道发生严重事故，造成3死的悲剧。公路总局希望透过补助竞赛，互业者补足所欠的电力，同时也要求业者针对北高路线建议双车相加制度，避免过路影响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面册，因为甲8700万的用户个人资料用了无妥当，最近甲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用超过1550亿的新台币来达成和解协议，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对科技公司罚上介济罚金。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伫共和党赞成、民主党反对，以3比2通过和解协议，决定罚款面册50亿美金，大约代表1552亿。不过也等美国司法部民事部门审核。按照往例，司法部真少驳回 FTC 达成的和解协议，一旦审核通过，这笔天价罚款也将会创下 FTC 对科技公司开发的相关纪录。报道指出，英国政治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2018年3月亚洲不当使用超过8700万名面册用户个资料后，FTC 就进行调查面册敢是违反2011年的协议条款。其中指出，面册若要甲第三方共享资讯前，需要得到用户的明确同意。根据了解，剑桥分析伫面册上邀请用户走写因的性格类型，透过这寡测验处理用户甲用户好朋友的数据，为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川普阵营有朝美国选民特质甲政治偏向。面册创办人兼执行长的马克·萨克伯格也为此伫国会做着批评。了后，就一直伫公开场合强调要强化面册的稳输环境。As the world gets bigger and more connected, we need that sense of intimacy more than ever. So that's why I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is private. This is the next chapter for our services. 剑桥分析的推文引起全球各地政府对面册调查。2018年10月，面册才被英国政府罚款大约2030万台币。加拿大伫4月也指出，面册严重违反稳输相关法律。虽然面册甲 FTC 拢无愿意正视这项和解协议，不过也互投资人放下心中的大石头。面册估计12号起1.8%。记者综合报道。唔知大家敢会记得伫今年4月底红野放的南安乌熊仔囝，屏科大副教授黄美秀就甲训练乌熊仔囝生活机能到转去山内过程写做一本册，希望大家会当更加了解台湾乌熊，做伙来保育台湾乌熊。打出人啊了后，先世界看看了后，走入去树林内底，互人饲了9个月南安小乌熊，将在今年4月30来到野外放生。
伫这了后，并科大副教授吴美秀，敢若用了1个半月时间，就甲规个过程，甲集结真侪一本册。尤其它还是一只母熊，可能还有繁殖能力，还可以生很多小熊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能够回到野外，这个时候对于濒危物种来讲，其实是有积极正面的帮助。台湾乌熊只有几百只，离台湾有超过2300万人口。伊讲，若是人甲乌熊同时拄着危险，一定会先救熊。吴美秀毋是滚算笑，因为研究台湾乌熊20多年来，一直是靠着其他的证据来了解。这只小乌熊意外的出现，也甲大家讲到台湾乌熊的故事，同时也互伊开了眼界。小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树上睡觉，而且它很会做窝，所以这完全是开了我的眼界。那另外，我们把它放到森林里面，我们时常看到它莫名其妙就在挖地上，哇！原来一挖下，你到底在挖什么？原来下面是蚂蚁窝。对看资料，交甲小乌熊的真实接触，小乌熊教了家己甲这个社会真侪代志。吴美秀是真感恩。而小乌熊野外放生到即阵已经2个多月，情况安怎？吴美秀只是讲，小乌熊伫野外山区一切 OK 啦。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后火车头的铁道艺术村已经经营20年了，不过因为铁路高计划这个工程计划呢，文化部伫鉴定了后，按算要甲拆掉，敢若要甲5号村口留落来。铁道艺术业会认为讲吼，头摆鉴定无完整，希望会当定做上好，甲所有村口拢总留落来。嘉义市后火车站边仔的铁道艺术村是文建会伫民国88年铁道艺术网络计划所推动的国家级文化建设。因过因为铁路高架的工程路线规划，文化部伫依照文资会进行审议访视了后，决议敢若保留一间5号村口，其他要互铁路局来拆掉。我们家有很多旧建筑就这样拆掉，真的很可惜。那再回想，都只剩下文字，没有实际的建筑在这边。我是很希望它这个地方能够完整的保留。这是一个真好的所在，吼，这会当利用，吼，唔希望讲这唔能够拆掉。铁道艺术发展协会讲，头一摆文书审议访视并无甲因通知，而且敢若针对部分建筑物外观来评估，像凊彩无够详细，无应该为着铁路高计划了后商业发展，而凊彩就牺牲地方的文化甲历史。铁道艺术村被拆除，我们觉得是非常对画都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扼杀。如果文资委们认为1号、4号到4号。这个都是值得有文化资产保存价值，那我们就会再重新跟这个铁路企业我们做一个协商。铁道艺术协会讲会要求重新发动文资鉴定评估。而嘉义市文化局讲会支持铁道艺术村继续经营落去。文资委员搁在进行访视鉴定时，也会通知铁道艺术协会共同参加，希望这具有历史甲艺术的古村库能继续伫嘉义保存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档民众愈来愈看重困眠的品质。伫健保署上新的统计发现讲，做困眠检查的人是一档比一档多，一档就有要5万人。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有一寡人暗时困袂好，甚至抑个会固定困眠障碍，真可能是困眠呼吸中止症的警讯。那长时间疏忽无治疗，可能增加3个慢性疾病，甚至大脑缺氧，引起心肌梗塞，增加死亡风险。打鼾的人有60%的人合并睡眠呼吸中止。那睡眠呼吸中止是，比如说我们肥胖啊、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一个致病因子。这个是在3高疾病的前面就发生了。医师讲，近年来民众对困眠品质警觉性提悬。根据健保署上新统计发现，接受困眠生理检查的人数逐年增加。2015年42000多人，到了2017年达到48000多人。也毋过进一步分析发现，有人一年竟然做了600个检查，一年检查超过300个人，达到73%，无进行手术治疗。技术有破烂检查之嫌。健保目前对于1年要做几次，并没有一个上限的限制，而是说我们发现，如果说他1年做的次数比较多，那后续他又没有一些积极介入的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怀疑他医疗费用的合理性。医师表示，困眠呼吸中止症的治疗方法包括挂氧压困眠呼吸器，也是使用药物。严重的人才需要开刀。健保署强调，
健保给付目前无规定一年检查上限是偌济摆，尊重临床医师的判断。若有重复检测疑虑，将先辅导了解。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农改场对台湾的山苦瓜培育出新的品种——花莲6号苦瓜。这种新的品种，维他命 C 叶酸唔但真丰富，佮真幼，会当直接来食。咱做伙来看卖。来到花莲农改场，位伫寿丰乡专门研究种苦瓜的关注在农场。新品种苦瓜花莲6号，伫目前来生得真紧，因为无使用农药，直接放落来就会当食，吃起来口感像水果，非常受到欢迎。味道比较浓，甘甜，不会苦，一点点苦，苦中带甘。现代社会里面呢，都是吃荤的比较多，吃素比较少。这要推广，把它当做一种水果推广的话，可能会更具有价值性。花莲6号苦瓜是花莲农改场经过20年，为花莲原生种山苦瓜所培育出来新品种，伊的结果力强，平均100公都会当收成，一公顷会当种到800丛，收成达到50吨。产地是一般苦瓜几啊倍。现在反应接受度都蛮不错的，因为口感它比一般的食用苦瓜比较好吃。我们现在以批发价格它算起来差不多在60、70块或70、80块。此外，农改场也阁将6号苦瓜送检，发现伊有真侪维他命 C、叶酸、苹果酸加膳食纤维。上特别是也阁有高度亚麻油酸，所以连国外药厂拢来买，被发展成健康食品。它在这个亚麻油酸，也是在血糖控制方面的一个亚麻油酸里面的一个共2亚麻油酸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吃这个对血糖的这个调节是非常有帮助。农改场强调，为了避免抢种破坏市场绩效，花莲6号苦瓜第一阶段只先开放予宜花东的农友种，预计下半年消费者都会当伫市场买到。记者综合报道。牛犁镇是早期台湾农村生活的歌舞小戏，表演是真多元，各讲丰富。大人囡仔做伙来演出，今仔日下晡5点，欢喜人生的节目，邀请大家做伙来看牛犁歌镇的故事。伫咧台南西港东镇阿保安宫，因为3年一考西港歌乡组织牛犁歌镇，成立8外档，嘛是西港歌乡镇头内底罕得看到的文镇。西港3年一考歌乡，阮爱周边，入馆了开始教，教了开馆，较会开馆了，较会当去国庙舞歌乡耍。阮的这个馆的已经下馆收起来。前日、2时、今日。镇头的团员普通时啊拢爱食头路，欠人欠钱，不离个大班乡口医院坚持要出阵。即马东镇内庄头只剩18户，后场车附近的南管团体来支援，全场的演员就和当地学校合作，找出囡仔来演出。目前阮有囡仔咧跳牛犁歌，即几个囡仔有那是有经过咱家长的同意，所以互囡仔去接受。产生这个兴趣，我是感觉是较重要的。假使讲啦，无这个顶头啦吼，阮东镇啦无这个顶头，其实啥物拢无啦。2015年，东镇阿保安宫牛犁歌镇已经受到台南市政府的认定做无形文化资产。这几冬来，伫咧地方的老大人和文化人士的共同拍拼之下，庙方甲牛犁歌变做歌谱，将歌谣文字化。市政府正有对这个文化吼有要保留。谢有昌老师足乐意甲阮斗3工，因为对阮牛犁管也真了解啦，较去做这个甲整理阮的歌谱，这谱若去等于就差不多拢无伊啊。时代进展，农村社会传统文化渐渐的消失，现主是东镇也透过各种的方式的演出和保存，让传统艺阵会当有无共款的面相，继续传承8外档的艺术精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天气如何咧？咱做伙来看预报。来看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大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明仔再讲一个时间，再会。